爸。你叫我爸，我长得很老吗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经过李朵这件事后，我想起来真的很后怕。他们年轻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想法，好像跟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。所以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他们，远离是非，尽量的不和爱宝他们联系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我又开始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，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平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爱宝的电话。小伙子，这大晚上的还不回去呢？哈哈，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哎，大爷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呀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要不工作，我就得喝西北风啊。我跟你一样。那你老婆呢？你这么加班，你老婆就不心疼你啊？像你这个年纪的小两口，那可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啊。我还没老婆呢，老婆还不知道在谁的肚子里待着呢。那就赶紧找一个吧，找一个你就不这么拼命喽，可别混得跟我老头子一样。哎，爱宝，爱宝，哎，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人在哪吗？这样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啊。大爷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赶紧回去吧。爱宝，你怎么样？你赶紧跟李朵解释解释啊！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去解释了。来，把衣服披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还说没事儿，都发烧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把衣服扣好。来。来，爱宝，喝点水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怎么弄的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？因为我什么呀？因为李朵喜欢你，可是我也喜欢你啊。胡说什么呀，小孩子！你现在应该想着怎么把病养好，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着你，陪着你。小孩儿。
爸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爸爸。你怎么那么逗啊？你叫我爸，我长得很老吗？是我长得像你爸？都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，没有名分，所以她恨极那样的生活。于是她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。吃饭呀？你什么呀你让你吃饭你什么呀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看你副刁样儿，长得真像你爸。吃不吃啊？你吃不吃饭呀？你倒是！妈妈抱抱。叫你爸爸呢？你爸爸管你吗？这俩人谁都不管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哭他吗？行，自己快，真烦人呢！什么孩子呀？自己哭吧你。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我爸爸。我爸在的时候，我妈她就特别的温柔，不论是对我，或是对爸爸也好。所以我一直希望爸爸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因为这样我妈她就不会乱发脾气，我就能拥有一个正常又幸福快乐的家庭。因为我妈她是第三者嘛，而我只是一个私生女，我甚至不能够跟任何人说我爸爸是谁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，我能够叫你爸爸吗？如果你想叫，以后就这么叫吧。爸。
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担起了一个爸爸的责任。睡醒了？你来了。天亮了哎，你怎么不去上班啊？我不上班了，我请假陪你。请假？你老是请假，万一人家把你给炒鱿鱼了怎么办？不就是一份工作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这么随性。来，吃早餐，吃完早餐我送你回去。好。去哪？去学校啊。我不要回学校了啦！你看我和李朵闹翻了，我还要回学校啊？那你不去学校能去哪呀？除了学校，去哪里都行。那你北京有其他亲人或者朋友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办啊？那不如去你那吧。去我那？是你害我跟李朵闹翻的，不去你那去哪？你得全部负责，负责到底。